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，最近咧有幾單喺香港嘅新聞咧嗰度幾 hit 嘅案件啊，就係咧錢志敏事件啦、陳志事件啦，同埋 JPEX 事件啊。咁如果咧我俾3秒鐘時間你諗，你會大概聯想到啲咩共通點咧？咁唔使數啦，我諗大部分人咧都可能會即刻諗到比特幣。如果再準確啲咁講咧，可能係用比特幣洗黑錢。咁呢樣嘢咧就真係要多謝呢啲主流傳媒嘅報導啦。因為只要加上比特幣呢3粒字咧，即刻成件事咧吸睛咗好多。但係其實我都明白嘅，作為標題黨，為咗流量。不過呢度有一個問題就係，其實成件事嗰個 focus 錯咗咯。呢3單嘢真正嘅共通點咧，唔係比特幣，而係詐騙。一個係典型嘅龐氏騙局，一個係跨國嘅網絡詐騙集團，一個係交易所爆煲。講真咧，見到呢一啲新聞咧，其實就幾心酸嘅。不過咧，我嘅 focus 咧就唔係想講呢一啲案件啊。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自己再 Google 下啦。我想講嘅係咧，呢一啲事件嘅背後咧，其實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反思咧？第一樣嘢咧就係工具本身咧係中性嘅，比特幣咧只係一個金錢系統，佢係咧公開透明嘅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嘅。咁所以好人咧會用，壞人亦都會用，所以千祈唔好覺得係壞人先會用比特幣咯。即係有人攞菜刀出去斬人，錯嘅係嗰個人，而唔係嗰把刀。如果你話因為有壞人用比特幣，所以咧你唔接受比特幣嘅話咧，咁基本上咧你乜嘢科技咧都唔應該用噶啦。因為咧有壞人去用電話呃人啦，有壞人用互聯網去行騙啦，有壞人咧用美元去洗黑錢啦。咁你會唔會唔用電話咧、唔上網啦、唔用美元啦咁樣咧？絕大部分嘅技術同埋工具本身咧係中性嘅，所以係人嘅選擇咧去決定嗰件事咧係善定係惡嘅啫。第二件想講嘅事咧就係貪心咧係所有騙案嘅根源，幾乎每一單案件咧都係靠人性去運作。低風險高回報啊，穩定幣好穩定啊，即係名人代言啊，呢啲聽落去好靚嘅包裝，其實咧就係暗藏毒藥。因為呢一個世界咧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。你見到人哋鋪天蓋地咁樣打廣告咧，請明星請 KOL 咧，咁你諗下嗰啲廣告費喺邊度嚟嘅咧？所以我哋應該要有一個謙卑嘅心啦，同埋要保持警覺性啦。唔好咁容易俾人呃，但係話雖如此咧，其實好多人咧可能唔係話十分貪心，只係咧想揾個方法去投資去儲下錢。咁呢個位咧，我哋就可以帶落去下一個 point 啦。咁呢幾單事件咧，當然咧係令人髮指啦。但係其實歷史上最大嘅騙局咧，係仲未爆破嘅。真正嘅悲劇咧，係我哋每一日咧，都處身喺一個更加大嘅騙局入邊，但係未察覺到。講緊咧就係 fiat currency，因為而家嘅貨幣係唔需要黃金去 back up 就可以印出嚟。咁嗰啲靠近印鈔機嘅人咧，就可以用極低嘅成本咧去壟斷資產同埋社會嘅資源。個結果就係咧，呢個社會咧就會變相懲罰咗一啲儲蓄嘅人，因為我哋擺錢喺銀行度咧，利息咧係追唔到通脹，我哋唔投資咧就會慢慢咁樣輸落去，所以係呢一個系統咧，迫使到啲人咧出嚟要冒險去投資啊！有啲人咧可能係貪心，但係更加多人咧只係可能唔想輸。咁當每個人都被逼想去投資嘅時候咧，咁呢一啲投資嘅騙局咧，自然咧就會越嚟越多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呢幾年咧行出街咧，越嚟越多嘅夾公仔機啊！其實都係睇中咗一樣嘢，就係好多人想創業、想搏一搏、想投資、想有出路。咁呢一啲心態放大咗咧，就成為咗騙徒咧最容易捕捉到你嗰個位。所以呢幾單嘢咧，唔單止反映咗某啲人性嘅醜惡，
更加反映咗成個金融體制嘅問題。最後就想講返比特幣啦。比特幣嘅本質咧，唔係一種投資嚟嘅，而係一種儲蓄嚟嘅。佢唔係用嚟俾你炒賣，為咗增加你嘅美元或者港元嘅工具。當然，而家呢個世界係 Fiat Currency 主導嘅世界，咁所以你都可能會有機會咧，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咧，將部分嘅比特幣咧轉換翻成為你日常嘅貨幣咧，去釋放嗰個購買力。咁如果講翻去儲比特幣咧，咁無可否認啦，而家咧最方便嘅方法咧，仲係咧喺交易所嗰度買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儲錢妥當嘅話咧，係一啲大型啊、歷史悠久嘅交易所嗰度買啦，然之後咧即刻放翻喺自己嗰個冷錢包嗰度儲起佢，唔好亂咁喐。咁其實你做緊嘅嘢咧係儲蓄，而唔係投資，亦都唔使承擔交易所咧倒閉嘅風險。比特幣嗰個價值咧，嚟自佢嘅本質啦，就係一個全球咧共識底下唔可以亂印、唔可以亂改嘅一個儲值工具。咁今日嘅結論咧就係錢志敏啊、陳志嘅 JPEX 事件啊，呢啲嘢令到比特幣喺香港嗰個名聲咧跌到谷底。但係如果你冷靜啲咁樣諗咧，其實佢哋反而提醒咗我哋咧，比特幣只係一面鏡。個問題咧唔係比特幣，而係人性，照出咗我哋嘅貪婪、恐懼同埋無知，更加照出咗整個金融制度嘅荒謬。所以我哋需要嘅咧，唔係更加多嘅金融制度同埋法例去監管比特幣。第一咧，你係監管唔到一個去中心化嘅網絡嘅。咁呢度唔詳細講啦，有興趣留言我再慢慢講。第二咧，咁樣嘅心態其實係會變相咧協助呢個極權嘅體制咧，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監控人民，繼續去推波助瀾嘅。咁所以咧，比特幣嘅教育咧相當重要。希望咧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share 條片出去啦，令到更加多人咧可以喺本質上咧去了解比特幣多啲。咁今日嘅時間咧差唔多啦，歡迎留言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